好，又係我數學科科主任張 Sir 同大家見面嘅時間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啲考試上邊好容易遇到嘅陷阱題目。因為知道大家啱啱完咗上一個嘅考試，咁想同大家講翻一啲比較容易會出錯或者比較 tricky 嘅地方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留意下呢個6年班好常見嘅百分數嘅題目。咁呢度係個背景。咁啊，一班裏邊有55% 嘅係女學生，45% 嘅係男學生。而我哋知道男學生裏邊有35% 嘅係戴眼鏡嘅。好啦，咁呢一類問題好多時會牽涉到兩種唔同，但係都好常見嘅情況。第一種情況就係會問可能男女之間嘅數量嘅相差啦，或者可能我哋話要計男仔或者女仔嘅數目。好啦，我哋話男女學生，我哋係屬於一個並排嘅關係。何謂叫做並排嘅關係呢？照你一係女仔一係男仔，我哋唔會有男仔有女仔嘅呢一種，我哋叫做並排關係。而我哋話喺男學生裏邊戴眼鏡咧，呢一種我哋叫做一個嘅雙重嘅條件關係。何謂雙重條件呢？就係話喺某一個條件之內，我哋可以細分一啲比較細嘅條件，例如戴眼鏡。我哋話男學生裏邊可以有戴眼鏡嘅男學生，亦都可以有唔戴眼鏡嘅男學生。而當我哋想計戴或者唔戴眼鏡嘅男學生嘅時候，因為呢一種係一種雙重條件嘅句式，所以我哋係需要將人數去乘以符合我哋第一個條件，即係男學生嘅數字。咁假設咧，如果呢一班有40個人，我哋就會用40去乘以男學生嘅數字。第一個45%咧，計完出嚟呢一度就係有幾多個男學生，然後我哋再去到響後邊再乘以35%，從而揾出戴眼鏡即係符合埋第二個條件嘅男學生嘅數量。咁呢一種我哋叫做雙重條件，兩個條件我哋都需要去考慮，我哋就會用一個連乘法嘅方法嚟去處理。咁我哋之後會繼續同大家去講一啲考試裏邊常見一啲比較 tricky 嘅題目嘅，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留意。多謝。